台南都没有王法了嘛，法律都是用来保护坏人的。因为证据无够，恐吓罪嫌无法度起诉，互伊尽派接受，敢讲人命无值钱。要叫告诉人到外面去讲，那这句话其实跟恐吓罪的构成要件其实还是会有落差。现在真的很痛心，台湾的治安怎么变得这么的糟？我觉得蛮过分的，对，应该要判刑会比较适合一点。最近一直有提醒民众挂嘴暗，所发生连续离谱的案件，互袂少民众拢感觉真痛心，认为台湾的治安即马是大红灯。警方只好加强卖场超商的巡逻，希望会当防止暴力事件，好好来保护大家安全。好，来针对这个超商发生的暴力的事件，行政院开治安汇报，讲打来超商的店员为着要防止攻击，会当随身来炸辣椒水。也毋过到时阵，这个店员敢袂因为防卫过头去互告咧？内政部处长陈宗彦来回应讲，会交予超商家己去评估。法务部长蔡清祥嘛向乌道来宣战，说互经理委黄国昌来质疑，讲今年4月，逐摆家家发生着特件的弊案，法务部到呾拢也未提出着调查报告。蔡部长是来回应讲，因为伊对这个报告无满意，甲摕回去，讲矫正署拍算要甲违失的人员记惩戒。桃园有超商店员苛刻民众挂嘴暗尔，就防台死，也有台中发生2件用马达拱人卡车的事件。行政院开治安汇报，敢有解决的办法？第150条在适用上真的有问题吗？跟委员说明，那适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认知上警察的看法跟检察的看法有一些差距。那将巡逻的路线去做一些调整，那来保障夜间工作者的一些安全。要安怎保障超商店员上班时阵的安全，爱阁讨论。去评估他们在保全系统的建制下，那来确保超商工作人员的安全。那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跟这个由他们来做一些适度的规划？法务部长蔡清祥向乌道宣战，却被前立委黄国昌质疑讲，今年4月，黄国昌去检举暴力犯罪组织保护会。透过金融重犯将问题一通电话，就予台北家电局长谢坤奇随体保护会干部安排特件称手收治，交代封口费、安家费有10几摆，有够2件，法务部到今麦也未提出报告。初步有报到法务部来，但是我觉得不满意，所以我把它退回去，再次的再查证。矫正署针对确实可能会记2届新改处分，蔡清祥表示讲，这个案要伫调查，若违法违规的事实，绝对严办。